分享书看客家名录學院，明日一行二新聞，客家語言會副主任語言范祖明12月17號代表主任語言股就會出席全球客家研究聯盟合作備忘錄續約簽署儀式暨2024年客家研究優秀博士論文頒獎典禮，希望透過繼續簽訂新約促進台灣同國際之間嘅學術交流，提高客家同族群研究嘅質量。范副主任強調，全球客家研究聯盟成立嘅目的係要建立台灣同國際各大學之間嘅連結，透過強化研究稿出版、定期舉辦客家同族群研究學術會議等等，還可做得分享台灣客家研究成果同客家運動經驗俾其他國家參考。全球客家研究聯盟係台灣、美國、日本等7國10間大學於2019年強下成立嘅國際性學術交流平台。2024年因為都到期，所以舉行繼續簽約2025年到2029年嘅簽訂儀式，延續聯盟推動國際交流嘅使命同成果。以上係客家名錄學院嘅報道，接下來愛教大家今本日嘅明日一行二，就是學術舉辦野雜活動，係為咗促進學術嘅交流，舉辦野雜活動，係為咗促進學術嘅交流。唔好為忙啊，下禮拜再來了。